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最近香港澳洲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对今开始，甲香港、澳洲对中价感染风险的国家名单来提掉。避免观光客拢集中去某一寡地区，林佳龙表示，安心旅游补助先甲宜兰、花莲、台东甲外岛先暂停施行。立法院今日分别表决通过护照甲华航正面公决案，决定陆续卖互台湾国防认做是中国。讲到最近澳洲甲香港拢因为放零防疫限制，所害因的疫情愈来愈严重。疫情指挥中心就今日宣布讲，对今日开始，甲香港、澳洲对中地感染风险名单内面甲提掉。另外，教育部也宣布讲，开放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无论是虾米款的国家，只要是今年要毕业的学生，拢会当申请入境。不过，也是按照规定在家检疫14天。国内疫情稳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到2日本土零确诊已经安全度过100天。不过，根据监测的资料，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全世界确诊的人数超过1500万，死亡人数超过61万。因为安尼，短期商务人士的低风险国家、甲中低风险国家嘛有做调整，甲疫情继续伫咧清悬的香港、澳洲，即马开始为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移除。因为在香港，在这个礼拜它14天，每100万人大概增加了大概是97，那个在澳门是145，这数目都超过我们在中低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万一第二波再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预放燃收里面能够快速的收回来？我特别提醒境外一日的。要拜托我们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还是要做好全面普筛。也若顶日了，教育部开放19个低风险、甲中低风险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境外生来台湾，目前确定959个人，到2日为止已经有504个人入境。教育部表示，所有入境的境外生为登记入境到机场柜台报到。甲坐防疫专车等等，拢已经正常运作。因为安尼，为2日开始，搁一届开放所有的国家的应届毕业生申请入境，也若中国学生嘛包括在内。指挥中心目前也有拨给了教育部500床的集中检疫场所，以及我们目前的检疫量能有所提升，可向教育部还是一样依规定程序申请应届毕业生入境。除了所有国家的应届毕业生会当申请入境，指挥中心嘛决定重新启动国际医疗，为8月初1开始，除了健康检查、甲美容医学等等，非紧急性医疗需求例外，接受外籍人士有条件来台湾互医生看。也若申请文件嘛比进前加3项，有医疗保险证明、检疫测计书、甲入境的健康证明。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医疗的病人在入境之后检验出阳性个案，后续的这些医疗照顾费用，那么不会使用到公务预算，全部都必须要由他个人自费。也若2日，佮传出有9个泰国人坐中央航空班机为台湾去泰国办国，入境的时阵出现发烧的症状。指挥中心表示，2日早起收到泰国相关单位的资料，这9个人检测的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伫今日增加113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日增加上介济纪录，其中有105个是本土病例。香港政府也随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伫公共场所无分室内外，拢爱强制挂嘴暗。香港第3波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12日过超过100例，新增加113例，高创大日新高，有105例是本土个案。香港疫情总确診人數有2132例。我哋直至琴晚深夜即0時咧，就截止咗有113個案。確診病例當中，有前一天確診有新福利人的後生甲使用人幼稚園的老師甲大學職員，以及灣仔警察總部有警長等。新城電台一名節目總監也話到，正做香港 TVB 電視台了後，第一個暫停運作香港媒體。有名食品廠美心月餅也員工確診，美心集團宣布工廠停工甲消毒，也銷毀相關原料嘅產品。疫情繼續滾價，港府12日告宣布收緊防疫措施，23開始伫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總站專制所在，這2禮拜都係強制掛嘴暗。新嘅公共衛生嘅風險評估咧，特別係近期個案咧，都係涉及咧係唔戴口罩嘅一啲活動帶嚟嘅一啲嘅風險咧，其實都係相當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認為現時咧係需要採取更嚴厲
嘅防疫措施。伊也指出，未來2禮拜是香港疫情發展關鍵期，會評估是毋是推出禁足令這樣嚴厲措施。因為社區內已經運行傳播鏈，現階段呼籲市民減少出外。香港這波疫情有700多件是本土個案，將近5成感染源無清楚，確診者卡車遍佈41個餐廳商場。專家強烈建議趕緊加嚴防疫措施。全日就不論日夜咧，就都禁止堂食。根據親中嘅香港媒體《香港商報》報導指出，對香港疫情繼續惡化，當地醫療系統未堪得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向中央求助，由上海等地醫護人員帶兵支援香港，不過港府回應無評論相關嘅報導。記者綜合報導。講到咱台灣疫情相對穩定，國內旅遊世界也攏招人。為了避免觀光客攏走去一寡所在，交通部長林佳龍也表示講，安心旅遊補助當中提供各縣市1000萬的行銷補助，佇宜蘭、花蓮、台東甲外島的部分會先暫停施行，也會加強其他所在行銷。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台灣人無法度出國去旅遊，未少民眾改選類似出國的離島行程，尤其是澎湖特別受到歡迎。7月份估計超過40萬人次，機票甲住宿是真澳注文。咱若綠島是規路全烏倒擺，就像台北上下班的時間同款咧塞車，未少離島地區攏出現遊客超崩的情形，甚至出現真濟亂象，互當地民眾佇咧怨嘆。也若佇咧網絡頂嘛引發論戰。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最近宜蘭、花蓮、台東甲離島旅遊的熱度傷過懸，所以安心旅遊提供1000萬的行銷補助，會暫時凍點。在宜花東跟外島部分呢，我們會暫緩。好，那先加強在西岸，好，還有這個台灣中北部好的行銷。針對交通部長林佳龍口頭宣布講，要暫緩實施宜蘭、花蓮、台東3個縣市1000萬的補助，台東縣政府是表達遺憾，強調這條經費唔是用佇休熱旅遊大月，是9月份了後旅遊小月的時陣，要推動類似酷碰館拍一個優待。不要因此行銷的預算把它取消掉，因為我們的確也是把它擺在下半年特別是9到12月這段期間。花蓮觀光業者是批評講，暫緩1000萬的補助，等於是咧處罰宜蘭、花蓮、台東，反倒因為政策的改變，生意卻受到衝擊。蘇花改其實塞車塞得嚴重，但是客人還是來，為什麼？因為宜花東本身就有這個條件，你把這個行銷活動直接拉掉，這個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花蓮縣府是出來鬥講話，認為中央唔是要打擊宜蘭、花蓮、台東，應該是要甲遊客做分流。花蓮縣府已經甲真濟大型的活動安排佇第4季，目的就是要分流。不過宜蘭縣府態度是打真硬，發聲明告表達不滿，強調講若是預算去互暫時凍咧，或者是取消，會嚴重影響到縣府已經咧執行的活動。對宜蘭的觀光業來講，會造成真重大的衝擊。希望中央以縣府提報的計劃照拼照行。交通部表示，國內的景點遊客人數有一定的限制，而且觀光局監督各地風景區管理處積極甲地方政府來合作，研議管制分流的措施。因若安心旅遊補助方案會持續到10月底，無分平時也是休困日，嘛呼籲民眾唔通集中佇咧休困日的時陣旅遊。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客委會所推出的浪漫客莊旅遊券，今日開放一般民眾去登記抽卡啊，所以因為反應傷過好，民眾傷過濟，所害系統卡掉咧。伫咧拄則暗時6點外時陣，系統猶原是伫咧塞車。也若是昨文化部所公布嘅放券，雖然也是有出淡薄問題，不過文化部表示有抽到嘅人一定就領一條。甲客委會口座家己起來好朋友一步一步來申請客莊旅遊券，不過試幾啊屆攏無法度入去。早上有聽說本來要申請，但好像加不了好友，所以還在試試看。客委會即屆推售客莊旅遊券，都早起9點開始開放一般民眾登錄抽卡啊。雖講事前有進行過壓力測試，不過因為鄉下有幾啊10萬人來用，超過原本的預計，地數系統超崩。最多能做1700個人次，也就是說，他認為這好像是駭客在攻擊，所以才會產生這樣子這麼大的一個就問題。我們其實只有14萬份，就130萬人次的加入賴好友這樣的程度，哇塞，這個實在是成長量很大。
客委会指出，压力测试的承载量是1点钟100万人次，毋过因为是伫咧内平台，所以也是按照相关规定来处理。若是有原住民以罗马拼音来拍名字，所发现讲无法度登记，客委会承认讲有疏忽，会搁请技术单位来处理。嘛建议民众会当照身份证的尾号、具象号来分流登记。若是日打开种的易放罐，嘛推出讲因为疏忽其他条例，和手机底线的验证号码出现问题，全无法度来登录。我妈妈用的时候有一点小卡，但是我跟我爸还好。听到很多新闻是说很卡的，所以我们就有避开那个时段。简讯出来验证码好像是3017，但是我 App 里面出现是3301，所以我就点了，然后结果发现那个验证码是不一样的。昨天下午因为简讯发送的伺服器拥塞造成民众的不便还有大家的担心，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紧急增加了硬体的设备。那今天上午成功领取的中奖者已经达到160多万。无法保向民众来回息的，而且嘛说明已经有增加硬体设备来处理。民众若是注册有成功，而且有得奖，就一定会当领。使用期限到年底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咱所使用的护照顶面的英文 Republic of China， 若准出国定定，互人认做是讲对中国来的，就算发行伫疫情期间协助运送医疗物资，也因为飞机顶头的字样有 China， 也互认定是中国送互因的。面对着这款的情形，立法院临时会伫今仔日要分别表决通过护照甲华航正名的公告案，目的就是莫搁再互台湾互认做是中国。台湾护照方面，英文国名 Republic of China 常常被国际社会误认是中国。虽然2003年加入台湾意向，是要甲中国做出区隔，不过效果无好。立法院临时会20日分别进行护照甲华航正名公告案。台湾至今立会单表决提案，要求护照方面甲个人资料页的国名改回台湾、台湾，因为看起首先最后议表决通过民进党团的版本。所以我们希望不只是提升台湾的意象。更重要的是移除那个看起来很像国民党党徽的图案，以及 Republic of China 的字样，以保障公决案上面讲到的避免外国人对台湾国主产生的混淆。民进党团提案规定，行政部门提升台湾护照的台湾辨识度，研究具体做法，维护个人尊严，确保国际旅行的便利甲安全。特别注意的是，护照甲华航正名公告案，民进党时代力量、民众党台湾基金甲无党籍立委拢投赞成票，有64人同意，无人反对，国民党是无人来投票。外交部表示尊重。我们也将广纳各界的意见，来研提相关具体的做法。总统府乐见立法院决议加强台湾的国际辨识度，另外针对华航正名问题，因为中华航空常常被国际误认是中国籍航空，民进党团所提公告案要求交通部研究华航分期可能改名计划，也伫临时会通过。然后把这个 China Airline 的字放小，台湾的英文可以放大。在台湾，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用词上面放奇怪的，像这个什么《中国时报》的中国这个什么相关式的，我觉得渐渐的，我也觉得我们要面对它。交通部回应会照立法院决议处理，已经指示航法会成立咨询小组讨论，按照华航5月保护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相信9月底应选出台湾意向重色。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补选是愈来愈激烈，正高逼出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13年前伫中山大学读硕士的时阵，毕业论文可能是共抄的。李美珍透早甲咱讲，检论文袂当分大细叫。中山大学在今日也发出声明，表示李美珍伫咧发表论文的时阵，也未有电子论文原创性比对系统，目前也进入到审查机制啊。市长，如果蔡总统回应了，我一定会按照他的标准回应。中昼开记者会，结果只讲几句话就快闪离开。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12被逼空，13年前读中山大学时阵的硕士论文有96%是用抄的。下晡继续走行程无回应，各批评是政治操作，对造成学校老师困扰，感觉真抱歉。因为选举，然后我造成学校跟老师的困扰，我感觉到很抱歉。希望大家回归到我现在对市政、对现在选市长的关注，不要再对我的论文有什么在这边追杀。论文涉嫌用抄的关系诚信问题，民进党单期卖定赢中道共款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一再推出变成来参选，单期卖认为伊应该讲清楚。论文的部分
有一些这个遭受到外界质疑的地方，好，应该还是要亲自来说明清楚会比较好。好，那这样的话，一来也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然后二来也能够维持中山大学的一个效益。民众党的5月政见会市长选举的选举本来就被检视过去的作为，确实有过失都应该承担。如果就像媒体报道的这样，如果有多达这么多的页数是抄袭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就承认错误跟社会道歉。我们选举的时候，尤其到这个规模的等级就是要面对这些所有的检验中山大学发出声明表示，管理学院为2013年10月开始要求专业论文拢要经过学术论文原创性比对，按过李美珍2008年发表时阵还未有电子比对。目前这案件已经进入学术审查机制，指导教授无发现论文用抄的，不只有疏失，也可能违反学术伦理。学校也讲未来会加强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苏家全甲苏振清的道理风波是愈来愈激烈。苏家全日前对拿赢人事提告，不过国民党的罗志强甲游淑慧等人也告苏家全不告。游淑慧甚至佫讲，伫印尼负责安排的人就是阳运集团的董事长高寿涛。苏振清也批评讲，游淑慧是一个转移焦点。国民党连续几日指控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立委苏振清，捌伫2017年私底下访问印尼。苏家全不满红指控想要蹭什么利头，而伊委任律师，告王玉敏、游淑慧、甲罗志强。不过王玉敏一家人，隔两天嘛去台北地检署，反控伊诬告。我就是在等苏家全跟我们的苏振清对我提告，因为罗志强我们没有能力去跟外交部要求他交出电文。但是法院可以。国民党搁一届甲外交部发声讲，爱出面证实文件是真是假。另外，搁批评蔡政府是南向国家队变做苏家队。也若阳运集团董事长高寿涛下底公司标着国营企业标案超过10亿。游淑慧表示，高寿涛经营两岸的国营企业，甲中国福建的贸易促进委员会关系真密切，是两边拢经营了袂歹的生意人。高寿涛先生在大陆至少在5个城市分别有6家公司，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这位高先生拼的是台湾的新南向，还是大陆的一带一路。杨运他去做什么事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没有去了解这任何的一个他的经营项目的事项。他写这个，他那个游淑慧他讲这个的问题。又是在所谓的转移焦点而已。苏振清3届出来背回讲，若是阳运集团去标政府任何的标案，有任何违法的情形，就由检调去调查，若有证据就提告。也若对罗志强等一家人提告，伊表示由法院来做事实的认定，什么人爱负责任，就由什么人出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中的巨蛋要起路，是由台日合作的建筑师团队摕到整体规划权利。不过，所有台湾的建筑师也质疑讲，认为这回德胜的台日团队所做的设计图，甲澳洲的大林港市民中心的形体真亲像。不过，台中市政府甲设计团队也出面来驳回，认为无抄别人的问题。台中巨蛋比图的结果出来啊，去互建筑师陆钦文质疑讲，甲日本建筑师韦延有家己伫咧澳洲、上海建筑作品，看起来是真相共。认为台中市政府敢若是开65亿来 copy， 但无创意，嘛无针对台湾的环境来设计。但如果我们花的钱是其他地方已经运用过了，或是说它的效益，它的创意是已经在别的地方发挥过了，那我们本来希望花这个钱买的一个世界性的创意。那这个功能实际上就看不到了陆钦文公开质疑韦延有用过去成功得到好评价的作品，直接用伫咧有地票意义的台中巨蛋顶悬。针对这个代志，韦延有本人嘛透过书面声明强调讲，是家己去大家检草来编的3位标配的意向，而且经过优先环境的建筑部合作的九鼎建筑师事务所下晡嘛出面来说明，强调台中巨蛋是韦延有风格的延伸，同款的设计概念之下，再过来进步，绝对无卡比的问题。外观上其实是我们做建筑里面设计规划里面其中一小部分。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做100遍，那个东西才会变更好。其实那个设计有没有符合这边的气候的一个设计？台中市都发局嘛强调讲，台中巨蛋是一座有公共性的建筑物，评选的标准是注重伊的功能性甲在地融合。
机能的满足，还有预算执行的成效，再加上说它为台中市市民的活动空间做出一个积极性的公共性的延伸。建筑师有家己的立场，啊，毋过民众认为台中巨蛋甲澳洲大连港的市民中心到底有像无？其实你光是看外表的话，那只是一个外观的差异，也许差别不大，但是其实还是要看它里面的设计实用性怎么样。台中巨蛋的总经费是65亿，预计111年6月份开始动工，用4年时间来完成。比到了所闹出来的卡比风波，台中市政府强调讲，希望会当伫咧兼顾时间日子的状况之下，互公共性甲建筑的创意得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咧车站出现头一个牛结节症的案例，除了甲牛装备掉以外，也向国外买疫苗。另外，后面也捐予台湾1万张的预防车，下晡也已经到桃园机场嘛，也随送到金门，明仔载就会开始做啊。两个纸箱啊，顶悬有打疫苗，有后面关一个票啊，内底有1万车的牛结节症的疫苗，下晡是到桃园机场，伫咧完成检疫甲通关的定数了后。由警察车来开道，用专车送去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暗时再个由军机运送去金门。后面主动管理1万车活动疫苗，用粒是4度至8度的低温，突然飞专机经过新加坡，然后运到台湾。更重要的是，这个捐赠里面本来运输费用是我们要来出，结果他好人做到底，运输费用也是全部欧盟来支应。金门出现过来头一个牛结节症的案例，到日已经扑杀128只牛，还佫有6000多只牛有危险，必须爱注疫苗。即摆疫苗确定到位，23个档开始来做，希望最近第一档甲疫情控制落来。大概是1个礼拜之内的保护性就会出来。那我们希望大概1个礼拜到10天左右，这个整个疫情大概就是全部可以也控制下来。牛若做疫苗了后，有1年的保护力，所落来需要1年做1摆，当时会当备检，要用2年至3年的时间。若是台湾自费采购一剂50多块的疫苗，到时阵送到台湾了后，会来做国内的独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一间水产行用化学药剂来浸虾仁甲蛤蟆，结果袂互该挂货店家。台南地检署接到通报了后，也随进行搜查，也查到55箱也未出货互人的虾仁，落尾涉案的负责人也用20万交保。店头摆出来虾仁，无论是啥物品种，色水看起来拢同款。检方最近查到台南市永康区一间水产店，用俗价工业用盐来含碳酸氢钠、豆零酸钠等等的添加物来浸虾仁、蛤蟆等等的海产。检方以违反食安法当场甲物证扣起来，而且团结者到案来说明。检察官在现场搜索的时候查获那个工业用盐有8包这个多磷酸钠碳酸氢钠这些添加物大概11包那另外还有查到还没有出货已经浸泡的虾仁，总共55箱检方指出，工业使用的盐一般拢是使用伫咧洗电路、做皮等等的原料用途，若是碳酸氢钠、豆零酸钠，敢若含伫咧部分的食品加工，袂当用伫咧海产。问询了涉案负责人以20万交保，其他3个员工是去互请回去。为着要增加食的感觉大细，佫有买模因为较好看，海产去互加料，长期以来拢是公开秘密。记者请嘉南药理大学教授来做实验，甲工业盐、磷酸盐甲碳酸氢钠纳做伙来浸虾啊。大概泡一阵子之后，它大概就会吸水了20分钟了后，再甲原本的虾比看卖，有浸过化学药剂虾看起来碰较大只。有泡过的话，它可以保水。没有泡过的话，它就会脱水，就看起来整个干干扁扁。浸过化学药剂虾看起来甘水较重，毋过台南市卫生局嘛提醒，若是食伤济会造成骨头怕，而且佫会引起腰子的疾病。去用检举，而且查到的水产行已经违法卖上无1档半，卫生局会照出货单，继续来追查其他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三重埔有一间电动厨房车店，行透早因的地下室仓库却熊导火，偏偏楼顶就是一间骹球教室，害16个囡仔甲2位老师险走袂出来。好佳在消防人员随赶到位，疏开受困的民众。消防局也认为讲是可能是锂电池引起的导火烧，详细原因也等咧调查。消防人员出动布水线拍火，因为这栋大楼导火，一阵的乌烟一直闻出来。新北市三重埔这间电动厨房车的公司，22早起地下1楼的仓库熊导火，内底的锂电池嘛对咧烧起来。乌烟还佫呛到3楼的一间儿童骹球教室，
伊当中有16个囡仔，甲2个老师拢掉伫咧内底。有听到小孩子在叫失火了，失火了，救命救命了！这烟超大的，很大，整条都烟蒙蒙，整条都黑的。那我就从这边2楼开窗户，然后叫小孩子从2楼下来，然后就用抛线的，用抛下来的嘛，然后就接，我在下面接嘛。大楼外口4颗链灯照乌烟，锂电池导火，消防人员唔敢大意，用沙喷泡甲水来控制火势，以防电池爆炸。也若电动厨房车的头家表示，地下室的仓库有差不多80粒的165控的锂电池，已经放2-3礼拜，是用来装电动厨房车的。不过，伊讲导火的原因并不是电池家己烧起来。我们地下室那边有个电箱，那边就一直在冒烟，然后之前就常跳电。那燃烧面积是15平方公尺，那相关的原因呢，还有再进一步的调查。电动厨房车的仓库导火，火调单位还搁伫咧调查导火的原因。也若锂电池专家嘛指出，锂电池伫咧高温的情形之下，会增加家己烧起来的风险，搁会互火烧了较慢。正负极的极片经过长期的充放电的时候，或者是经过机械上的一些原因，造成它中间有些破，所有的电都往这边挤。一挤过去，温度就高了以后是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这个塑胶片它就再能耐温，它也融化了，那这个就变成灾祸了。锂电池的专家表示，目前的法规针对锂电池放地点甲数量，还佫有消防规范，也无管制。不过嘛，提醒民众减少把锂电池放伫咧密闭、甲高温的环境之下，才会当降低锂电池家己烧起来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中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有风声讲，美国要求中国爱把德州休斯顿领事馆关起来，馆内人员说是真赶紧伫咧烧一寡物件，却因为烟伤过大引起民众的注意。中国外交部也表示讲，美国确实有要求中国爱把休斯顿领事馆关起来，中国也表达抗议，认为美国是咧故意掠护短，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十分蛮横无理，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伫咧 Twitter 顶头会当看到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唔但有大烟冲出来，也佫有火光，而且风声讲当地时间2-1，中国领事馆的人伫咧烧物件，双方人员也因为受到领事馆就是中国领土无法度进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讲，美国最近无长期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刁难中国驻美国的人事人员，佮调查留学生，正佮限制领事馆爱关起来。认为美国无应该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若准无要撤销规定，会继续做出反击。接下来，咱来关心美国疫情。美国的确诊病例特别超过400万人。总统 Trump 日表示讲，疫情恶化，也呼吁大家要爱挂嘴安，甚至伫网络表示讲，挂嘴安就是爱国的表现。另外，喺加州，因的确诊病例也超过40万人，卫生官员也烦恼讲，当地医疗会崩盘。另外，非洲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因为州长说是宣布讲，后学期是照常开学，说去互教师协会改控告。美国总统川普召开4月底以来头一届白宫的疫情报告，伊承认疫情的情形真歹，呼吁美国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若是无法度，就爱挂嘴安。Unfortunately,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I have the mask right here, and I carry it, and I will use it gladly. No problem with it. And I've said that, and I say, if you can use the mask. 加州日累积确诊有400166例，加做全美国疫情第2严重的州，未来可能会超过纽约州。Trying to be prepared for a number of days with high number of cases and ensuring that we have the surge capacity in our hospital system. 加州嘛是纽约州以外第2个累积确诊超过40万的州，目前包括加州在内，全美国有27个州解禁了后，搁随打动啊。也是重灾区的纽约，为了阻挡疫情搁加悬，原本为8州内的民众爱自主隔离14天的规定，即马搁增加10个州，拢总有31个州。也若福州的老师日去街仔路抗议，有人一直咧饲喇叭，有人是伫咧车窗写讲，阮想要驾册，毋过无想要死。有14万5千个会员的福州教育协会，20个州长迪桑提斯甲州教育厅。Protesting to be able to open online
meeting virtually and on time. We're scared. We don't want to bury a student. We don't want to bury a colleague. 官方认为学校依法应该爱正常来运作，也就是8月底开学，应该爱甲英国同款，教职员、甲老师、学生拢爱出现伫咧学校内底。不过教师认为讲，福州即卖疫情并无乐观，若是强制实施到学校上课，恐惊是造成更较无安全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其他国家疫情。巴西确诊病例第20已经超过240万人，另外印度确诊人数也跌到120万人，其中首都新德里是上界严重，因为卫生单位也发现讲，尚无有23%以上的民众受到感染。外电引用印度政府统计指出，新德里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差不多17万3000多人，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不到1%。不过卫生单位抽样调查22000多位市民的结果发现，血液当中有新冠病毒比例有23.48%。11 में से 8 डिस्ट्रिक्ट दिल्ली में जिनका सीरो प्रेवलेंस बाई 20% से ज़्यादा आया है। इसमें सबसे ज़्यादा जो अगर हम बात करें तो हमा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आती है सेंट्रल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उसके बाद हमारी नॉर्थ ईस्ट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नॉर्थ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और शहाद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ये हमा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जो है काफ़ी 27% के आसपास इनमें प्रेवलेंस मिला है। 也就是讲，新德里平均每4到5个人，就一个人可能会得新冠病毒。以新德里的人口数来算，确诊人数到465万人，超过对外通报全国确诊人数119万多人。疫情同款严重南美洲大国巴西，最近1个月，每天新增加病例常常超过4万人，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16万。已经超过81000人死亡。当地也正做新冠病毒疫苗测试的证明地点。来自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疫苗，21开始伫巴西进行第3阶段人体试验，接受测试的人数也为原先的900人增加为9000人，以治疗武汉肺炎医护人员为主。另外，中美洲的墨西哥确诊人数有36万5000多人。到目前为止，一天新增加的人数上悬纪录是7月19，超过7600个确诊病例。一天新增加的死亡病例，最近2个月，当地每天300多个到上千个之间变动。路透社引用墨西哥政府的讲法指出，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真可能比政府知影的确诊数字还佫较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振兴方案，欧盟27国的领袖经过90多点钟的讨论，大家总算把偏见按下，第21半暝啊，通过大约是代表25条的振兴方案。欧盟27国领袖总算有笑容，因讲是经过欧盟史上上长的5天峰会，通过去年1条欧元预算以及7500亿欧元的抗疫振兴方案。This is a good deal, this is a strong deal, and most importantly, this is the right deal for Europe right now. 德国、法国主导的7500亿欧元的振兴基金，分为3900亿唔免还的纾困金加给予贷款2部分。第一版由欧盟国家共同经济执行，赶紧要行出新冠疫情所致数1年过后上严重的衰退危机。西班牙甲意大利将是上大的受惠国，分别会领到7400亿甲2080亿欧元的资金，当中将近一半拢唔免还。振兴方案拖到第5天才完成，主要原因是与荷兰为首加上奥地利、瑞典、丹麦、芬兰等5个北方富裕国家反对无条件付纾困金，坚持爱捆绑财政改革。甲民主环保者共同价值，互会场充满火药味。意大利总理孔蒂批评这个国劫持全欧洲。波兰匈牙利反对人权司法附带条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真生气转倒啊！最后，德国、法国当期将原定5000亿欧元免还的纾困金降低到3900亿。另外，各国对欧盟预算的支出也得到折扣回馈，才顺利达成共识。The first time in European history that our budget will be clearly linked to our climate objective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respect for rule of law is a decisive criteria for budget spending. 选期这纾困计划按由欧洲议会通过，得到每一个成员国批准了后，才正式开始。成员国未来对基金的使用，应提出质疑，由欧洲理事会督促决判定。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临时会经过30多点钟的表决，总算完成国民法官法3读。司法制度也走向国民参审制，年满23岁就有机会做国民法官。这是国民法官法庭是由3位职业法官加上6位国民法官共同审判合议庭，会让审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死亡案件。新制度按算伫2023年会来施行。国民法官法制定通过。立法院临时会无长电表决了后，3读通过国民法官法。司法制度走向国民参审制，包括法庭组成由3名职业法官加上6名国民法官共同审判的合议庭。国民年满23岁有资格，头家应该有公假，佮采取随机抽签，任何人免揭露国民法官的雇主。新法也规定，适用案件是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加故意犯罪而发生死亡结果者，如何认定被告有罪？国民法官甲法官讲会，双方意见2/3以上同意决定，死刑也比照办理，必须2/3以上同意。司法规定，陪审制度互相袂协调也是先命先。在野党所提的都是有不负责，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拼装而拼装，为了攻击民进党而攻击民进党，当陪审团、当司改会的一个打手而已，这是我们最遗憾的。民众党团批评民进党强度关山伤害立法品质，民间司界团体也批评民进党无听到人民诉求，无纳入陪审制，就连甲参审制斗阵试行的空间拢无。我们对于民进党背负党纲、背负诚信、背负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加以谴责。对国民法官法3读，司法院强调，这是台湾司法特殊性的变革，好市民参加审判都是回应人民对司法改革期待。未来起诉的时候呢，将不再把卷宗证物呢一并送交法院，直到裁判的时候，法官呢才会接触到证据内容。国民法官法按算伫2023年上路，柯总理表示，各种的法律用语未来会简单，互国民法官了解。另外，新法规定，自施行起6年，由司法院组成评估委员会，每年评估成效，记者综合报道。2020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伫今日举行，因为疫情关系，今年改做视讯会议。讲到两华关系，上海市长景正特别讲到两华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哲说是甲两华甲一家亲分开讲，伊也自认讲两华关系伊家己无及格。欢迎庄市长以及柯市长。200-700公里，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龚准第一届见面，敢会当透过大荧幕的手拍招呼。受到疫情影响，2日开始的2020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头一届采用视讯连线，是最近两岸头一届而且唯一的官方交流。今年重点伫咧城市防疫甲经济合作，龚准肯定台湾防疫成果，而且佫一再强调两岸一家亲。毋过郭文哲是甲两岸甲一家亲分开来讲。疫情可以阻碍我们面对面，但不能阻碍我们两岸同胞心连心。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到今天，我还是认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我一向主张5个互相的原则，其中互相谅解最重要。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应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有技巧解除降价争议，在媒体联访的时阵，嘛提出演讲稿来进行回应。郭文哲强调讲，对两岸采取实际态度，毋过两岸目前当在倒退阶段，所以袂阁提出更较侪论点。若是双城论坛去互形容做会当取代国民党甲国共的论坛，有两岸上大的话语权。郭文哲回应，这都是凊彩准过。哎呦，没有想那么多的，考卷不会及格的，未来就是。美国那边考65分嘛，大陆那边考55分嘛，是这样。也许日本那张考卷看能不能考高一点。今年双城论坛嘛都演过3天，刚化做1天。自论坛结束了后，就随进行4个分论坛，分别是卫生医疗、产业经济交流、区域治理甲合作，还有智慧交通。伫咧卫生医疗论坛当中，双方就武汉肺炎疫情的隔离检疫政策，还有医疗体系应对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互店家增加收3倍券的意愿，行政院伫透早特别举行3倍券兑换记者会，强调讲对7月23开始，百货公司、超商、大卖场拢会当摕3倍券去到邮局、银行、合作社等等的金融机构换现金。也若无统一编号的大头或者是计程车司机，会当透过工会、农协会车行来协助处理。进行3倍券上路第8天，未少店头陆续收到3倍券。最近谣言换天杯，不传出台南的大商摕3倍券来换，被怀疑是假，直接没收。不过随后被经济部宣布，行政院早起举行记者会统一说明，佮正式宣布，为这个礼拜四23开始，各店头才能将收到的3倍券提去专台，6271间金融机构换出现金。金融机构会给这个店家的这一部分是不用这个手续费。另外，无统一编号业者，亲像小单商、小农甚至计程车司机，应请工会、农议会代领。不过也建议，卡数收的3倍券无济，应直接消费代替。另外，计程车司机应找车行车队来协助换。早上的市场、早晨市场、黄昏市场，他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自治会，他可能10摊、20摊，这些人的话。都拒收消费券。现在并没有外界大多没有不收的状况啊，包括我的家乡那个云林西螺的东南夜市，昨天那个一个晚上就收到42万的三倍券。不过这摆店头换现金限制大降价，外界烦恼因讲是大开3倍券变现之门，无排除民众会找亲戚朋友斗3工，直接将3倍券换现金，大降价3倍券所应带来经济效益。他只是要换现金，然后利用它。具有兑换身份的一些店家，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避免这种状况。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拿去消费啊，因为它的加码的程度都大概是20%。经济部表示，第2波转本有买3倍券。超商演出人数总共超过2056000人，提醒民众22开始到31为止，会记载身份证行到指定的通路来领取3倍券。记者综合报道。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伫台中市新民高中读册的可乐，无受到2类耳仔拢是重度听障影响。伫今年全中运高中女子组100公尺下旗下预赛，用13秒52的成绩打破听障者的世界纪录。伊伫决赛也摕到金牌，未来目标就是伫2021年的听障奥运要得金牌。唱的声音响起来，现场气氛真紧张。伫咧第4跑道的可乐，脚步是真大步。伫咧终点头前，已经甲所有对手有一段，落尾用13秒70的成绩，摕到今年屏东全中运100公尺女子组下轮决赛的金牌。蛮开心的，我目标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去拿金牌，我目标我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成绩继续进步。因为重度听力障碍的关系，可乐开始走的时阵有慢淡薄啊，不过成绩也是真好。那日伊得到第1名，前一天的预赛更较了不起，以13秒52的成绩突破14秒20听力障碍世界纪录，还有13秒65的大会纪录。出发前就是热身的时候，就觉得状态也蛮好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不过伫咧成功的背后，也是有一段真艰苦的过程。可乐倒边的耳仔差不多拢听无，爱挂电子耳；正边的耳仔是挂助听器，听力嘛敢若10%。所以伫咧国校的时阵，口语的表达能力较歹，嘛去互同学来欺负。不过颠倒伫咧电竞找到伊的成就感。他在田径部分，就是在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就可以跑得很不错。所以他慢慢的也在这方面找到很多成就感。他本身的身体素质来说，应该算是具有速度型的选手。虽然说他具有一个听障的一个问题，可是就是说他还是能够透过，比如说我起跑比人家慢，可是我能够在终点赢过其他人。高中的时阵，伫咧教练的介绍之下，开始伊的电竞之路。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训练了后，成就即卖的伊，若是可乐的后一步，就是要来准备2021的听力障碍奥运。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台语新闻的专题。行政院伫去年推出开放3年的政策，要提升高产的硬体设备，用要到6亿的经费征收21座本地特有的山屋，另外要搁起12间的山屋。不过，这项政策算是引起大家无共款的讨论。就山友认为讲，较大众化的路线会当继续做观光规划，要若较困难的，就要保留大自然的模样，唔通甲山林全部变做是都市。气候变化真紧，落大雨的时阵，行到山厝啊，是山友上欢喜的代志。山厝啊内底规个拢是山友的装备，等下要拍裤搭。开放3年的政策拍开台湾山的大门，提升硬体设施，要让山友登山更较安全便利。来强化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配套措施，比如讲咱的避难小屋、登山屋要增设步道啊、指标啊，这些通讯。全台总共39座山厝啊当中，21座要重新规划，经费总共5亿1000万，按算伫咧民国113年进行完成。毋但要甲现有的山厝啊规划了更较舒适，另外佫规划伫咧基内东林等所在要新起12座山厝啊。内政部营建署表示，因选地点是因为紧急救难的需求，也是原本的山厝啊算长无法度使用，或者是伫咧原本的山厝啊边啊起新的山厝啊是山友伫山顶的厝，伊的角色哪来哪重要？这是因为伊对原本挡风避雨、临时避难的所在，即马变作是提供大眠、食食、资讯，甚至是山林教育的据点。像我后壁这间嘉明湖山屋，其实伊原本叫做避难山屋。这些山屋一开始的功能是避难，可是后来呢，你会发觉大家并不是把它当成个避难的地方，大家是把避难山屋变成一个像是一个稀有资源的存在。大家周末连假想要上山去，就要开始抢这些稀有的铺位。正热心来研究山甲政策的城市山人应用国外经验，伊讲山厝有观光形态的服务体系，台湾正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亲像是玉山的白云山厝啊、嘉明湖沿线、雪山沿线等等，会当服务关山的观光客，互民众简单会当亲近山林。啊，若其他难度较悬的路段，伫咧保障避难的需求之下，应该尽量保留原本抛远的状态，互人行入山林，毋是甲山林变做都市。我们做什么都目前看起来像做半套，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找一个适合台湾的方案。你不要说我们既没有服务，要服务没有服务，要荒野，然后荒野到处都是大便，到处都是小白花。台湾的关山要起山厝啊，真正要引起和保育的鱼类抢地的争议。登山经验要我30档的高度专家5元号分析，大量来设山厝啊，恐惊会造成队伍应变能力不足的效果。我就讲，迄政府是戆人啦，你投迄钱哦，也袂得到人感谢。一个南二段规个一四街拢总山厝啊，你有山厝了，无人要排迄个天道，无人排天道的时候，你也有人破病，也有人失踪，或者讲天气足歹的，你行要到山厝啊，大家都稀咧咧。中央指示起新的山厝啊，互登山的活动更较便利。不过，避难型的山厝啊，嘛变作是吸引真侪登山人口的免费短眠地点，因为污染可能会超过生态的承载量。后续山系的管理机关要安怎管，佫是一个大问题。记者由张玉水、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讲到今年的7月，真正是热翕翕，而且佫不风台。伫台东地本林道的水墙却出现无水情形。台东林管处表示，目前暂时未影响到森林生态，欠水的情形也会特别注意。2年前7、8月份，台东地本林道水墙水量是真大，还佫有游客去水池仔内底游泳耍水。不过即马同款是7月份，地本林道水墙煞严重欠水，水流像用滴的同款。山区的高山仔可能嘛想要啉水。不过，山顶水头的所在看起来煞是大屁屁。有游客今年第2届去林道佚佗，希望会当佫看到水墙真大港冲落来的光景。不过，煞互伊真失望。前我印象中最大的瀑布的时候，它整个水是满的，然后喷到这边全部都是满的。气候是比较热了，气候都比较平均上来讲的话，气候差很多。当地民众讲，地本林道水墙的大水期清在无水，不过永年7月份拢会有风台，水墙的水就会真大港。今年风台还未来，才会无水。
台东林管处表示，甲5年前的天气来比，日本山区7月份雨上侪是落400米里，不过今年敢若落11.5米里，雨水有影是真少。其实我们也很着急啦，对整个一个林地它的一个生态来讲，像我们的造林地其实现在还蛮干旱的，我们也是会担心这样。台东林管处强调讲，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不过会继续注意欠水对山林4khu位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东兴软体 LINE 顶头有一项台语工具，或者台语小帮手。开发这个工具是一位已经做老爸工程师，是因为伊看到伊的查某囝的台语教材，发现讲家己对台语真生分，才决心要来做这个网络工具。咱也做伙来了解一下。有时起跟，有时过跟狗爷的跋落手卡。甲册本掀开，甲囡仔做伙读，但是一开始接触到台语课本，会晓讲台语的王昭同，却是看无课本内容。阮祖囝伊放暑假的时阵，伊摕伊的台语的课本回来嘛，我就陪伊伫遐掀，掀的时阵发现讲，话术你真正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所以就算看伊安尼写，你嘛念袂出来。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去网络咧查。网络找资料，发现爱台语的网站，加上囡仔听机器人的声，学习较趣味，所以有工程师背景的王昭同，利用网站开放授权的资源，开发出台语小帮手，嘛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我伫咧检查囡仔的功课的时阵，因为有时阵同学之间嘛无一定知影。家己伫咧厝的时阵，用手机就是上网查或者是 App 的时候，这样就比较快可以得到答案这样子。那像他这个台语小帮手，就是已经把资源都整合起来了，对，那查询上也比较方便。虽然网络顶有侪甲台语有关系教学网站，但王昭同将各种资源整合，使用起来更较方便。既然我有感觉我家己有这个需要，我就做一届甲迄资料拢整理好，互上简单的使用方式安尼，大家家长就有需要的人，伊就免讲我搁去对查，我搁先知影讲，迄个网站伫对，我搁记讲迄网站免怎使用安尼。王昭同除了开发台语小帮手，嘛有其他可别的工具，但是伊讲开发这寡工具的目的，并毋是要求小朋友的成绩，是希望囡仔伫学习过程有乐趣，用家己的专长陪囡仔大汉。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玉水采访报道。在日本将棋界拄满18岁天才丁井聪太，一前挑战伫日本8大强的对手，在第4局的时阵，伊甲对手拍败，也变做日本30年来上届少年的奇迹。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6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今日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澳洲看牙行大街路，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消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德哀大，暑有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三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即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个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两种潮时的菜。现在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住，买笋啊爱跟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泛青泛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现在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软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戏剧界的重要神明，颠倒元帅甲西晋元帅的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两位神明。六大暑三伏天，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7笋8蚵，大暑食旺来。伫这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